大家平安，感谢主带领我们的每一天。今天3月1日，我们再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，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让我们在每一天的早晨，在每一天的夜晚，在白天，在晚上，都经历上帝的带领。让我们如入切慕溪水一样，来渴慕上帝的同在，来渴慕上帝的话语。透过每一天当中，我们都领受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到主人面前，一起来敬拜上帝。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，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渴慕来敬拜你。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渴慕来敬拜你。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，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渴慕来敬拜你。你是我的力量盾牌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。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渴慕来敬拜你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心渴慕你，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。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渴慕你，如同鹿渴慕溪水一样来渴慕你。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来掌权，你是我的盾牌，我的灵唯有单单的来降服于你。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渴慕来敬拜你。主，让我们渴慕你，渴慕你的话语，渴慕来到你面前来亲近你，来敬拜你。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也愿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灵，在你面前得着了喜悦，得着了安息。感谢赞美你，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仰望，交托在主你手中。献上我们祷告，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今天3月1日
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在诗篇第42篇第1节到第11节。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在诗篇第42篇第1节到第11节。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一起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上帝啊，我渴慕你，像鹿渴慕清凉的溪水。永生的上帝啊，我渴慕你，我几时可以到你面前朝拜呢？我日夜哀哭，以眼泪为饮食。仇敌不断地问我，你的上帝在哪里？我怀念往日时光，无限悲伤涌上心头。当时我跟群众同往上帝的殿宇，带领着欢乐的朝圣者，一路欢呼颂赞上帝。我为什么这样悲伤？我为什么这样沮丧？我要仰望上帝，还要再颂赞他，他是拯救我的上帝。在流亡中，我心悲痛，因此我想念上帝。他使忧伤的浪涛淹没我，骚乱如洪水向我怒吼，像黑门山米萨岭的瀑布滚滚冲向约旦河。白天，愿上主显示永恒的爱；夜间，我要颂赞祈祷赐我生命的上帝。我对保护我的上帝说：你为什么忘了我？我为什么得遭受仇敌的迫害？为什么不断受苦？他们的凌辱把我压碎了。他们不断地问我：你的上帝在哪里？我为什么这样悲伤？我为什么这样沮丧？我要仰望上帝，还要再颂赞他，他是拯救我的上帝。今天的经文在诗篇第42篇第1节到第11节。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在今天经文当中，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。当我在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，在我心里面浮现2首歌，一首是今天刚唱的这首敬拜的诗歌，还有另外一首也是后面的。其实以前很多的团体，他们都会用诗篇来写成诗歌。所以这当中也能够让我们在当中去传唱过去在大卫、在所罗门、在可拉，以及在许多的时候，其实他们都会写下一些东西，把它写成歌。当写成歌，才有办法把它继续的传唱下去。所以当中也常常，当我们在看诗篇的时候，常常会有一些上行诗歌或下行诗歌或者怎么样的歌曲。所以当中就是让人能够在去前往圣殿的时候，在离开圣殿的时候，在向上帝呼求的时候，在许多时候都能够来到上帝面前，将自己摆上。在朝圣的之路当中，其实要走蛮多的时间，大家一起走的时候，一起唱，一起敬拜。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，让我们一起走这条天路的时候，我们一起透过诗歌来敬拜上帝，透过诗歌带领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一块，用诗歌、颂词带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让我们心专注在上帝面前。所以人家说基督徒是一个很爱唱歌的一个群体，确实我们是用诗歌来敬拜上帝，透过诗歌也帮助我们。就像在许多时候，有些人也喜欢用诗歌，在害怕、在喜乐、在开心、在难过的时候，用诗歌来带领我们来到上帝面前。就像刚刚所分享的，在看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，就让我想起了2首诗歌，这也都是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在唱的诗歌，而这样诗歌也带领我们来到上帝面前。我还记得今天唱的这首诗歌，是我以前高中的时候在学吉他，那时候练的其中一首歌，所以这当中也让我能够更深的去思想，而这样话语能够成为我的帮助。因此在当中看到诗篇这边42篇这边讲到说，上帝啊，我渴慕你，像鹿渴慕清凉的溪水。在今天经文里面，感觉他生命里面有一个很难过的一个坎，很难过的一个境况。在这过程当中，他的生命遭遇的一些状况，所以他透过这当中来到上帝面前，他讲到说，像鹿渴慕清凉的溪水，这样来渴慕。哇，其实有时候那种很想喝水，到某个程度的时候，哇，拿到水你会很开心，就像我们现在一样，喝到那冰凉的水很开心。其实在当中我们看到，其实可能现在有一些店还有在卖那种结冰水。哇，在那种工作的人，在口渴的时候，在很热的时候，拿到那种结冰水，有水出来灌到嘴巴里面去，那种舒爽，那种感觉非常的好。所以在当中很渴慕，哇，这么热的时候，又这么渴的时候，有水，有那冰冰凉凉的水喝进来，哇，对自己的身体那种感觉很舒畅。所以当中，当你很渴、很饿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，但可能在台湾比较没有这样的经验。在你很渴、很饿的时候，你会希望吃到一个东西，喝到一杯水。当有这样的过程当中，你会觉得非常的舒畅。所以当中那种对上帝的渴慕，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像说，我们在渴慕上帝。就像我们去年的经文那样，在讲到说彼得前书2章2节就讲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。所以当中，你有没有这样爱慕？有没有这样渴慕的心？对上帝，你有没有这样渴慕的心？对上帝的话语，你有没有像渴慕，像孩子渴慕喝奶一样，领受这样的话语，像灵奶一样喝进去？
上帝要我渴慕你，像鹿渴慕清凉的溪水。永生的上帝啊，我渴望你，我几时可以到你面前朝拜呢？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在台湾想要去礼拜就去礼拜，不想去就不去。要去哪里找教会？附近就有啦。虽然在台湾庙宇很兴盛，但是教会也不少，到处走都会有。所以当中教会数量也蛮多的。但是有些人会说，教会这么多，但是我不知道进到哪一间教会。当我要进去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踏进去。即使母会就在家旁边，但是有时候也踏不进去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以前的人，他们要来到圣殿是多么的不容易，他们要走一段路。而在这样的煎熬当中，在这样的境况当中，要怎么样才有可能去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？所以他们是要有预备来到上帝面前，而在这过程当中，或许在一些苦难当中，在一些试探当中，在一些状况当中，不允许他往那边去。其实对他们来讲，一生能有几次前往圣殿？对我们来讲，真的想到教会就来，不想就不来。但是对他们来讲，不容易，在这不容易当中，怎么样有这样的机会来到上帝面前，有这样渴望的心来到上帝面前？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？你要怎么样才能够上帝面前来敬拜他，将自己完全的摆上，完全的交托？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太轻易了，所以就很随便了。但是我们看到以前的人，他是有这样子，他们真的预备好，让他路上有粮食，让他在当中有伙伴，在当中有祭物，去到那边去敬拜，去献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有没有这样渴慕来到上帝面前？我也听过有一些人，他们想要到教会里面来，在教会外面徘徊了很多年。有些人离开教会许久了，被上帝召回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看到有许多的情况在这当中发生。我们怎么样来到上帝面前去领受这些呢？其实常常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们没有这样经历，我们都觉得无所谓，无所谓。然而在圣经里面这边讲到说，我渴望你，那种急切的心，很想要来到上帝面前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常说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很像那新郎新娘的关系。我们也常常用情侣的关系在讲，当两个人在交往的时候，那种是不是会常常想要跟对方在一起？会想要跟对方在一起。明明早上才见面，晚上就说想你；明明刚刚才去看电影，晚上睡觉的时候说啊，好想要再牵你的手。所以这当中有这样渴慕的心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跟上帝有没有这样的美好的关系？我知道也有人在读经是这样，读完之后在想，什么时候要继续读下去？虽然时间到了，该忙了，他也舍不得把圣经盖起来。我们有没有跟上帝有这样的关系？期望领受上帝的话语，期望上帝的恩典就进到我们当中，期望常常来到上帝面前。我们现在说我们真的整个自由了，我们想要祷告就可以祷告，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敬拜，都可以祷告上帝。很多时候我们把手机打开， YouTube 打开，影片带着我们就来到上帝面前。透过网络我们可以做许多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真的有在做这些事吗？我们真的有来到上帝面前吗？来敬拜上帝吗？所以在这诗人在讲到说什么时候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朝拜，来敬拜？
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可以看到那种渴慕的心。所以最重要是我们有没有这渴慕的心来到上帝面前。以前常会讲到，听到有些人在说他有领受，因为他渴慕。从以前小时候在上课到现在，也听到有一些人在谈，不管你现在有什么样的头衔，有什么样的学历，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那种渴慕的心。曾经有一个官员，人家很喜爱他，就是因为每次去找他谈话的时候，他就像学生一样，就像小孩一样，很专心的在听你讲，而且有回馈。对人来讲，他会很高兴跟你说，很高兴听你说，让我也有收获。而接下来该怎么做的时候，他也会有很多的策略，能够去帮助他们去做这些。但是我们现在，我们也常常觉得自己很厉害了，别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，就是都不想听。所以别人在讲的是他讲的，最后你还是要他们做你的这一方面。因此在这当中，我们是不是该回来看我们的生命该怎么样来走？现在能够很渴望的人，我们看到已经不多了。所以这当中回来再讲，我渴慕你，我渴望你，渴望来敬拜上帝。所以在他的心里面，我们看到说，他讲到说，我日夜哀哭，以眼泪为饮食。仇敌不断地问我，你的上帝在哪？这也不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遇到情况吗？你们祷告有用吗？你们上帝有帮助你吗？你们上帝看得见吗？你有真实经历到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同在吗？许多时候我们在经历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对我们来讲，你有真实经历到上帝吗？你有真实的来到上帝面前来这样祷告吗？当我们前几天在读约珥书的时候，里面讲到说，你们还可以悔改，你们还有机会，你们要悔改，要认罪，要哭泣，要哀嚎。这边我们就看到他讲到说，我日夜哀哭，以眼泪为饮食。所以在这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他是这样子渴慕上帝。当他面对到这许多的敌人的时候，不断的来到上帝面前，而且攻击不断的临到。这些人也不断说，你的上帝嘞，你的上帝嘞，你不是说你的上帝很厉害吗？在哪里呀？我想在我们生活当中也常是如此。人家问说，你的上帝嘞，你不是很虔诚吗？上帝有祝福你吗？你不是都有去礼拜吗？你的上帝有祝福你吗？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经历这样的事情，然而在这样的事情当中，我们的生命在哪里？而这许多人都在这样问：你信上帝信到哪里去了？你的上帝有帮助你吗？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看，有些时候我们也要回来问上帝：上帝要我该怎么走？所以这当中他提到这样子，所以在这当中别人在问的时候，他也在回想着过去的时光。他说怀念往日时光，无限的悲伤涌上心头。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的时候，他们也很难去敬拜上帝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，不管是约瑟、摩西，或许多的时候，当以色列人他们说他们要去敬拜上帝的时候，在那个身不由己的时刻，在那时候也很难踏出去。他们怎么样去敬拜上帝？在身不由己当中，也要去报备。就像我们弟兄姐妹当中，有些人也是如此。当他要离开他的家庭来敬拜上帝，很不容易，要找各种理由、各种方式。我也知道有些家庭，以前曾经接触过一些家庭，他们说他们以前怎么样带孩子来参加主日学，
是用了很多理由，可能也包含说要去市场买菜，就让孩子去上主日学，然后时间差不多了，赶快把孩子带回去，然后煮完菜，然后吃午餐。所以他要把家庭的一切都打理好，然后在中间可用的时间去礼拜，带孩子去主日学等等的，用很多的理由、很多的方式，不尽然是要欺骗，但是用很多的方式这样子，因为在他的家庭当中不允许，但是对他来讲，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时刻。其实我知道有些人对信仰就是如此，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时刻，但是在他的家庭当中，他也很难以突破。所以这也有点像以色列人一样，有些人他们也很想要到圣殿去敬拜上帝，但是他有很多工作，因为他们现在不是自由之身。所以他讲到说，我怀念往日时光，无限悲伤涌上心头，无限悲伤涌上心头。他说，当时我跟群众同往上帝的殿宇，带领着欢乐的朝圣者，一路欢呼颂赞上帝。所以以前的时光是多么美好，可以有许多的伙伴一起前往圣殿，要去敬拜上帝，要往上帝的殿去敬拜他，在他当中唱着诗歌，在他当中大家分享着每天这样美好的生活，有这样很好的团契的生活。所以跟现在的生活势必很不一样。有很多人也在回想我们年轻的时候怎么样，我们年轻的时候怎么样。然而在当中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心境跟年轻的时候一样，也让我们年轻人也去经历我们以前的那种美好时光。这边说我为什么这样悲伤，我为什么这样沮丧，我仰望上帝，还要再颂赞他，他是拯救我的上帝。所以当中我看到这样很不一样的情境，其实我们人生当中也会发生许多的事情，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回想以前那美好的时光，以前这美好时光，那现在怎么会是这样子？而现在这样子，我们接下来怎么走？他说我要仰望上帝，还要再颂赞他，他是拯救我的上帝。所以这话也是在对上帝说，也在对众人来说，我要仰望上帝，还要再颂赞他，他是拯救我的上帝。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上帝，来颂赞上帝，来颂扬上帝。他是我们的上帝，他是我的上帝。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也去经历这样一个上帝，他要赐下拯救，他要赐下这样恩典。他是拯救我的上帝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在流亡中，我心悲痛，因此我想念上帝。他使忧伤的浪涛淹没我，骚乱如洪水向我怒吼，像黑门山米萨林的瀑布，滚滚冲向约旦河。所以在这样情况当中，没有办法好好敬拜上帝。然而在这样流亡过程当中，时时担心，时时害怕。如果回想大卫的情况，在他躲避扫罗王的那段时间，也就是如此，一直在躲避，一直在逃避，一直在逃，不让扫罗王去抓到他。而在当中，他也没有办法大大的回到圣殿去敬拜上帝。如果他大大的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圣殿，势必会带出许多的冲突来，甚至他可能会被抓，会被杀头，都有可能。所以当中，他没有办法去经历这样的事情，去处理，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。在当中，我们看到我们生命或许也有这样的情况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。也有些人说，我的工作没有办法，找了很多工作，也只有这样一份工作才能。如果没有在周末工作的话，那就找不到工作了。也有些人说，真的，我在聚会时间我都无法出现，
我很想敬拜上帝，但是没有办法。因此在这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在那里面。其实我们现在生命里面也常常是如此，虽然我们不是被关在监狱里面，虽然我们不是怎么样，但是我的生命许多时候也像被掳一样，被公司掳去了，被这钱掳去了。所以这当中也很多时候是如此。所以他说，他使忧伤的浪涛淹没我，骚乱如洪水向我怒吼。所以有许多的事情在这样发生。那在我们生命里面呢，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一些呢？然而白天，愿上主显示永恒的爱；夜间，我要颂赞祈祷赐我生命的上帝。因此在当中，愿白天夜晚都有上帝的同在。白天，上帝愿上主只是显示永恒的爱，所以当中去经历上帝那些永恒的爱，去经历上帝的同在，去经历上帝的恩典。夜晚我要颂赞祈祷赐我生命的上帝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，在白天去经历上帝，夜晚的时候来感谢上帝，来赞美上帝。而在当中，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命，我们需要白天的时候去服侍、去工作、去参与在当中，去经历上帝怎么样来带领你，怎么样来带领我们。而在夜晚的时候，我们也来到上帝面前，在晚祷的时候，来向上帝祷告，来向上帝来颂赞，来赞美上帝，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来经历上帝的带领。因此在当中，让我们在一整天里面都有上帝的同在。我们常常用很多的理由、很多的方式，其实用这样也是已经被捆绑了。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但是在这样过程当中，你的生命是不是也被捆绑了？因此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怎么样去决定？你要怎么样来选择这一些？你要你的生命被捆绑吗？这个诗人在讲到说，白天愿上主显示永恒的爱，也让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去经历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同在；而在夜晚，我们也一样来到上帝面前，颂扬、祈祷，赐我生命的上帝，感谢赞美上帝。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或许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经历。他说：“我对保护我的上帝说，你为什么忘了我？我为什么得遭受仇敌的迫害？为什么不断受苦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问题？其实许多时候，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，一直在寻找为什么会发生这样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跟上帝有没有这样的关系？你是埋怨上帝，还是询问上帝？在我们生命里面遇到这样许多问题，我们是不是将它摆在祷告里面，询问上帝：我的生命怎么走向这样子？上帝，你忘了我了吗？为什么我要遭受仇敌的迫害？为什么不断的受苦？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，当耶稣被钉十字架那时候，也是对当事人说：“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在那时候，他最后对上帝说：“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其实有时候我们生命也会走向那一刻：“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在当中，我们去经历到上帝怎么样来带领，而有时候我们会去经历到，好像没有人在关心着我们。这边说，他们的凌辱把我压碎了，他们不断地问我：“你的上帝在哪里？”其实有时候这也是我们在问自己的。当然有时候人家问你：“你的上帝在哪里？”有时候这也是我们在问自己：“我的上帝在哪里？”
这也有时候是我们在问上帝：上帝啊，你在哪里？这边说他们临路把火压碎了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承受这许多的状况，在许多事情当中，我们或许也已经很难去承受这一些。然而在最后他说：我为什么这样悲伤？我为什么这样沮丧？我要仰望上帝，还要再颂赞他，他是拯救我的上帝。一直在这当中，我感觉这首诗歌、这首诗篇，也很像是一个灵修的过程。在这样的事情当中，去看见上帝的作为，这当中也在问自己，也在问上帝：上帝啊，你在哪里？在当中也在向上帝说：上帝，我很渴慕来到你面前，来朝见主你的面。当我们在灵修的时候，其实可以把这首诗歌放在我们的床头，放在我们桌子上，来提醒我们。其实这也是一种灵修的过程，让我们在跟上帝对话，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是不断的对话，不断的对话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也让上帝不断的带领我们。因此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也让我们去领受这美好的祝福。所以在最后他讲到说：我为什么这样悲伤？我为什么这样沮丧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陷入在一个状况当中，或许我们在钻牛角尖的时候会越陷越深，但是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及时的拉回来，当及时的拉回来的时候，这边会讲到说，提醒自己，也在跟上帝来讲，我还要仰望上帝，我还要再颂赞他，因为他是拯救我的上帝。其实当我们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，会让我们失焦了。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失焦了，我们真的忘记我们在做什么，我们真的遗忘了。我们也常常在很多的困难当中，也遗忘了上帝的恩典，也遗忘了上帝的作为，真的忘了。然后这边在说，我为什么要这样悲伤？我为什么要这样沮丧？我要仰望上帝，还要再颂赞他，他是拯救我的上帝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，然而我们要常提醒我们自己，所以在这样灵修的过程里面，慢慢的会再看见，哇，上帝在带领我。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遗忘了，但是在灵修的时候会提醒我们，上帝在带领，上帝就在这当中，上帝的恩典就在这当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经历到怎么样的上帝？是不管你的上帝，还是常常陪伴着你的上帝，还是拯救你的上帝？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你愿不愿意让上帝来陪伴着你？在这许多事情里面，你经历到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？那么有点时间再回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来看今天的经文当中，上帝透过这个诗人在说什么？他透过这诗篇在对你说什么？而在这样经文的默想当中，是不是也去经历到上帝要你做什么样来回应他？我们有一点时间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你没有忘记我们，你没有离弃我们，在我们所面对这许多的事情当中，你都陪伴我们一起走。亲爱的主，愿你就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不断的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，让我们不断的来到你面前来敬拜，来渴慕你的恩典。亲爱的主，在这所有事情当中，我们或许有许多人难过，有许多的难处，或许有很多人在问你的上帝在哪里？是不是你得罪了上帝？是不是你怎么样？然而主帮助我们，或许我们有很多难处，或许我们有许多借口，或许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来到你面前敬拜你，或许我们真的被许多事情来捆绑住了。但是愿主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这许多事情当中去经历你的恩典。感谢主，你是赐福的上帝，你是拯救我们的上帝，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你都祝福着我们，提醒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来敬拜。主啊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渴慕你的话语，渴慕你的同在，渴慕你的恩典。主，愿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都愿意将自己摆上，让主你来使用，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感谢主，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你面前，愿主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，也让我们生命渴慕你的同在。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愿我们每天都给上帝空间，给上帝时间，让上帝将我们分别为圣，让上帝祝福在我们当中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